走找平湖四宝。平湖小帮小，毋过文化语言、地理环境等等，看会到的含看袂到的人事物，拢是宝。会使讲，连跋一倒都会捡到宝。但是足侪宝，莫讲咱毋知，可能有诶连平湖在地人嘛毋知。亲像要娶某，先搭3年路古迹，仙女无糖也会甜。遮尔亲切趣味、有道理诶知识，阁有足侪。咱当然爱紧甲抄找出来，好好啊保守，才会使得。仙女就是旧历正月初9拜天公生的祭品天公圆。拜好了后，天公圆无加糖落去煮，就有小可甜甜的口味，所以才有仙女无糖也会甜即句俗谚的产生。平湖人有一种禁忌，就是还未结婚的男女袂当食上顶面迄粒天公圆。若偷食，查甫会娶无某，查某会嫁无翁。其实可能是老一辈的人惊天公圆拢互囡仔偷食了，才安尼讲。平湖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李明芳表示，伊伫2015年伫执行科技部科普活动计划的时阵，有一天去平湖一个离岛的国中，伊好闲问学校的学生囡仔，规年冬天会到厝埕门口的海埔耍几摆。本底伊想讲，遮个囡仔应该是浸伫海里大汉的，结果煞互人料想袂到，因为考试的压力甲3C 科技产品的引诱等等原因，致使大部分的囡仔连去十遍都无。所以，伊才会想要来举办走找平湖四宝的活动，互大人囡仔有机会离开课本甲电脑，接近真真正正的大自然，学习平湖在地科学知识甲文化。望经过即个活动，提升平湖的居民甲游客对平湖天然资源的重视，顺续推广平湖体验海埔生态、看海鸟和玄武岩地质景致等等，鼓励深度有知识的游览。台湾平湖的民众，小学3年仔以上甲社会人士，拢会当参加即个活动。只要伫光批明信片后壁空白的所在写出4种平湖的宝物，佮甲伊背后的知识简单写出来，就会使得。譬如讲，平湖的宝物有绿色能源资源，伊的科学原理是物理的风力发电，也是因为火山活动造成侪款的地景面貌、稀奇多样的生物、珍贵的历史文化，甲人文社会科学，拢嘛是平湖真有价值的宝物。落尾，甲光批寄到平湖科技大学，就通参加抽奖。上好康的是有往回台湾平湖的免费机票通抽，佮送你参加2018年平湖花火节开幕，甲溪壁山无西分海生态游览等等。走找平湖四宝的活动，伫12月初1正式加入联络，一直到明年2月28才结束。活动时间3个月大，欢迎大家楼顶招楼骹，赶紧来参加哦！